我家里的钱嘛买的包，不得不啦，啊，泡泡去点么头？这条3面比了，还有俺你，这条3面，这条那个靠，上面这边太保守，得把泡这些点了嘞。有，我点么？因为这个钱嘛呀，这条赔掉了你了，他们赔了8几了是，条个啥，啊不几扎，个啥比这个多少个比？另外贵，这泡嘞，介绍啥个房？那我这这边啊不几个啥扎，我去打架我，我干了得了比的可能得。这赔了没吃的，我赔掉了。这点我澳门价这，我干得他妈妈得嘞，我干嘛做得嘞？伊妈弄哩妈给了阿哥了，妈给谁了？他哥他阿爷来呀，我找过。他贵没怕？阿比西木也有，我找没？我找没，从我没。阿哥西木吧。 3面我是得了，俺我知道我找没得了，我们那这个那个出事了，加哈拉对我，哈拉我切吃得吃。找来吃没阿弟。目前没那知道嘞。一路下来，就还有你看呢，你家的呢？哦，我吃呀么？哈拉古比，哈拉古比。咱们这几个。妈我完了没他，喝到来了。我找过嘛个来了没？我找没？还赔你地嘞。咱们这他几个得贵咯。这条俺么是多吃了。我买了去给吃这多吃嘛。我吃。干得呀，干得，几来几。不看我有嘞，不嘞冇要好了，了头拿起来嘛。我少把不嘞冇。我少你小了。3面路。这样地下了。那个不过手里冇，那个手里没有个啥。那个只鸡啊。 这个在这了嘞。在这里了。你。我没。啥这个？哦，阿姐来看到过来，才我们。我操！请俺弄点出来。家伙得包嘞。找没了。他们。找没得包嘞，我操。不得不，是哪里吧？什么过来个？看到来买不了了，家伙，我不家。